台南仁德新公里的车头公园有来车一只牛，讲这只牛是当地里长的一个基因，由在地一个营造公司的董事长开13万为屠宰场甲救出来的，所以甲号名号做13爷，即卖将做车头的新光点。 台南仁德的车站公园会使看到公园内底有饲一只牛，这只牛是里长和营造公司的董事长做伙自屠宰场业者的手中所买回来的。郑里长有你甲我讲哦，我马上就有甲答应讲，安尼要紧去甲这只牛紧甲救回来，吼费用的部分哦，我来处理安尼啦。 这只牛是公司董事长出13万向业者买回来的，所以决定号名做13爷。 里长嘛，逐工牵伊和公园内底游客互动，希望大家拢会使得到和牛同款的好福气。我有找2个农民的志工啦吼，伊过去就有饲过牛的经验，这牛吼由因来轮流甲我斗3工，我斗饲这只牛啦。牛对早期台湾农村来讲是真重要的劳动力，对真侪人来讲嘛有真深的感情。希望大家有闲的时，嘛会使来公园看13爷。